寶寶博士戲劇學中文，父親節加推繪本，爸爸總是有辦法加戲劇雜色。第一式戲劇雜色，牆上的角色究竟係點做嘅呢？就係將爸爸嘅剪影畫落嚟，又或者你可以直接印書裏面嘅爸爸出嚟，請佢喺側邊寫上佢嘅外貌特徵。譬如佢係乜嘢顏色嘅頭髮啊？佢有兩條乜嘢嘅腿呢？第二式戲劇雜式訪問，透過一問一答，逐步引領小朋友進入繪本故事嘅內容。第三式戲劇雜式講故事，你可能就會話啦，同我哋平時同小朋友講故事有啲乜嘢分別啊？我哋可以請小朋友圍一個圓圈，當老師一邊講故事，講到某一啲情節嘅時候，就可以請學生出嚟扮演故事裏面嘅人物，譬如動作，甚至係一啲背景嘅死物都可以㗎。咁樣做嘅好處，既可以吸引小朋友留心聽故事，又可以提升互動性。繪本故事其中一個特點就係佢哋嘅故事情節會好相近，不停咁樣出現，令到小朋友既有線索去追尋，又可以估下一個情節係啲乜嘢。就以爸爸總是有辦法呢一本繪本為例，佢裏面嘅情節其實好簡單，係透過小女孩同佢嘅爸爸一問一答，去帶出整個故事嘅內容，最後就係講出無論點樣，爸爸都會想盡辦法嚟接你放學㗎。當我留意到佢嘅情節呢一點，我就會去諗，究竟有邊一啲中文嘅指定句式適合呢一本故事書呢？有啦，就係如果就有一個情節都幾得意㗎，就係小女孩問佢，如果兔仔唔得閒幫你掘地道，咁你點樣嚟湊我放學啊？唔使擔心，如果小兔佢唔得閒，我就坐噴火龍嚟揾你，爸爸一定會接你放學。如果所有方法都行唔通，爸爸就用佢嘅長腿跑過嚟接你啦。故事嚟到呢度就完結啦。不過寶寶博士想打破大家固有嘅概念，就係覺得繪本故事比較適合幼稚園嘅小朋友睇，其實唔係㗎，小學生都適合㗎。例如我哋可以透過閱讀繪本嘅故事，提升佢哋考卷裏面嘅分數。點樣做到呢？就係你要識得問問題。喺呢一本繪本裏面，爸爸一次又一次向自己嘅小女兒許下承諾，咁你就可以引導佢去諗，爸爸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？如果佢係高小嘅學生，你可以教佢信守承諾呢一個詞語。另外就係戲劇雜式時間線，至於點樣運用，我就喺我其他嘅影片度同大家分享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寶寶博士祝願天下嘅爸爸父親節快樂，同小朋友嘅感情由細個去到大個都可以感情越嚟越深厚，互相深愛對方。